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宜家楊師奶。上條片開始咗 Kelowna 2日1夜之旅，今條片就嚟分享我哋嘅酒店住宿篇。而家就嚟開箱呢間位於 West Kelowna 2021年夏天開業嘅套房酒店。酒店唔算大，全套房廚房設計，提供免費早餐同免費停車場，而且仲可以帶寵物入住㗎。仲有室內泳池，包埋滑水道、hot tub、24小時健身中心，設施真係唔錯。地下去到樓上一共有6層。我哋一齊嚟個 room tour 啊！一開門右邊就係廚房啦，有雪櫃、洗碗機、煮食爐、微波爐，仲有多士爐添。除咗 lobby 有咖啡，房都有咖啡㗎。咖啡同茶包籃裏邊只係有幾包細小嘅鹽同胡椒，其他嘅調味料同煮食油就欠奉啦。睇下櫃桶有乜先，餐具齊備，仲有砧板、毛巾。另一邊有筲箕、玻璃碗，唔同尺寸嘅煲都有幾個。麻雀雖小，但係廚具都算齊備。可惜搵勻廚房有一樣嘢係冇嘅，大家知唔知係乜？普通房嘅洗手間只係淋浴，浴室光猛乾淨，可惜就冇掹出嚟用嘅花灑，而且花灑偏高，水壓就偏低，對女士們同有小朋友嘅家長就唔係咁方便啦。不過有個加分位，酒店使用咗呢個品牌嘅洗頭水同護髮素，尤加利同薰衣草嘅淡淡清香，聞起上嚟真係好舒服㗎。有風筒提供，另外對女士們嚟講有呢個貼身位。酒店仲俾咗個少少嘅驚喜我哋，多謝晒。另一邊仲有梳化床，衣櫃都好大㗎。房間大概有410尺，簡潔舒服，最緊要就係乾淨。雪櫃上高仲有提示有乜嘢可以借，原來電飯煲都可以借㗎。最後我哋落去借咗一樣嘢，就係佢。跟住就過對面睇下團友間套房啦。廚房大致一樣，只係多咗一個大嘅焗爐連煮食爐。book呢間酒店就係為咗呢個廚房可以煮我哋嘅宵夜。行入去睇下有咩唔同。呢個洗手間係有浴缸，房間大概有510尺，應該係多咗裏邊嗰間房，所以個廳比較闊落。前一晚喺屋企已經準備好慢煮牛扒，所以當晚只係煎下就有得食啦。可惜手機冇電，影唔到相添。我哋本身 book 咗2間最普通嘅城市景 King Size Bed Studio， 好幸運2間房都被 upgrade。一間係一樣 size， 但係 upgrade 咗去湖景，另一間 upgrade 咗去更加大嘅城市景 One Bedroom Suite。大家都係一齊嚟慶祝結婚週年，房間一樣有窩心嘅擺設。由於我間房係望湖景，第二朝一早校定鐘，希望睇到日出。雖然左邊有個山擋住，不過都睇到少少㗎。我哋當日係住喺4樓，由於玻璃比較朦，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個湖景呢？冷暖風機設置放喺地下，所以就瞓得唔係咁好啦。睇完日出，休息一陣就落去食早餐啦。入去食早餐，加咗幾多人？少少生果咯。Cereal，仲有pancake。你執走少少鹽果，我呢個乜都冇，掣已經冇晒啦。蛋仲有少少，呢個係整 waffle。呢邊有麵包，另一邊有果汁同埋乳酪。攞晒嘅食物好快都補返，原來係豬柳漢堡、淨奄列同埋炒蛋。款式雖然唔多，但係樣樣都有啲。房價已經包埋免費早餐，我就覺得真係唔錯啦。
喺餐廳出邊都有個室外嘅位，如果嫌裏邊多人可以坐出嚟。今日好好天，又唔算太涼啊，或者太熱，好舒服。呢度夜晚咧，我見有人喺度起咗個火咧，咁可以燒完牛扒攞出去食。呢度有爐具咧，可以問佢租嚟用，同埋有埋嗰啲調味料可以借嘅。原本前一晚想去游夜水兼玩滑水道，但係團友話太多人，所以就冇去到。食完早餐就去睇下個 gym room 同埋泳池。呢邊1、2、3、4部機，幾新淨，唔算太舊或者太細啦。比起啲 condo 嘅 gym room， 我覺得呢間都算 OK 嘅，因為始終酒店唔算太大。咁呢度仲有啲啞鈴啦，有個大波波。你一入嚟就係泳池同玩 water slide 咯，呢個 slide 淨係夜晚先開。雖然冇乜人，但係消毒藥水味太強烈，所以最後都冇游到啦。對於今次嘅住宿體驗，我個人就覺得相當唔錯。淡季嘅價錢平，雖然冇用到泳池同埋 gym room， 但地點方便，近酒莊，最緊要係衛生程度好，夠乾淨。缺點當然有啦，好似我住嘅樓層水壓就比較低。另外，當日煎牛扒嘅時候就發覺抽風系統唔係咁好，令到成間房都一陣油煙味，呢樣就比較差啲啦。總括嚟講，真係幾滿意，有機會都會再返嚟住。不過旺季嘅價錢爭幾多就要上網 check 啦。如果大家都有其他 Kelowna 住宿好介紹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大家睇完呢條片，記得俾個 like， 繼續支持同鼓勵下楊師奶。未訂閱嘅朋友，記得幫手撳埋個鐘仔。下次繼續 Kelowna 自駕遊之旅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